老字号温家的人，你是谁的弟子？区区不才，说出了怕是有辱师父圣名。让你说就说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喝杯茶，好好说。唐老太爷的茶，不敢不喝。你也不怕烫着嘴？怎么能烫着嘴？刚刚老太爷那杯茶里，唐玄兄可滴上了一滴冰清水，常人要喝了，可不是血液凝结而死了。哼，眼力倒是不错，胆子也挺大。说吧，你师父是谁？可别到时候被人说我欺负晚辈。其实说起来啊，我也不算晚辈。我的师父年纪也挺大了，他叫温壶酒。哦，你是老毒物这几年新收的徒弟。在下温良，温家人称小毒，幸会幸会。怎么，这一次走出温家，想在江湖上打响名号？不错，若能赢了唐门用毒第2的唐玄，估计这第一炮打的应该是震天响了。唐门第2，一潭流水一潭月，半入江风半入云。唐门用毒第1，自然是田月兄啊。放肆！闭嘴！谁？里面放了什么？哎，虎爷，你可千万别喝，千万不能喝。什么见血封喉的毒？毒死了我，你这扬名江湖的速度不是更快？哎呀，里面没放毒，就是掏了点儿屎。千虎，雪月城的人还没到吗？哦，之前司空城主说大弟子唐莲会前来赴宴，但来之前会先回一趟唐门。我原以为你们会一同前来的。本该一起的，但是唐莲临时有事，先行离开了。我还以为他已经提前到了，可能路上耽搁了吧。客人们也等久了，不妨先开席吧。今日盛宴，承天下各路前辈英雄、少年豪杰与会观礼。我雷家上下均是质感荣宠。这酒里，我雷某人在此谢过了。诸位皆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英雄宴得想办法通知虎爷。在以武会友，以术扬名，不论出身，不论门派，为的是弘我武林正道之风。故望诸位看在我雷某人的面子上，暂且放下成见，享此盛宴。我雷家必会让诸位不虚此行。今天的英雄宴开宴。
酒里有毒。